大家好，今日咧我就想去嗰間創美公司咧就交翻制服，咁咧手續咧都非常之快。咁交完制服之後咧，我就問個職員幾時可以出咗糧，但係估唔到咧，我交完制服之後咧，出翻去門口咧，大概5分鐘左右，咁咧就收到銀行短信，就話已經出咗糧啦。呢間公司咧出糧速度咧就非常之快嘅，不過咧管理上啊或者係嗰制度上咧，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差嘅嘢。咁我喺網上睇到咧，亦都有啲朋友咧去做過呢間公司嘅工，亦都講同一個問題。假設間表咧就話你2號放假，咁實質上咧你就1號晚當嗰晚你唔使返工嘅，2號咧就需要返工嘅，同出邊所有嗰啲保險公司做法咧就完全唔同，所以咧就容易產生誤會。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咧，所以咧我就唔喺呢間公司做。你下明11點返工，係1號就要計返1號，冇呢個1號日子，當2號收工係計2號，所以呢間公司嘅管理咧就非常之有問題嘅。咁大家有冇遇到咁嘅 case 咧？大家可以分享下，或者喺呢間創美公司做過嘅情況，大家可以分享俾大家認識下。OK。